2026年5月20日，民數記第29章。7月第1日，你們要有聖會，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，這是你們吹角的日子。你們要把燔祭作馨香的祭獻給耶和華，就是一頭公牛犢，一隻公綿羊，7隻1歲沒有殘疾的公羊羔。同獻的素祭是用油調和的細麵，為每頭公牛要獻上3公斤，為每隻公綿羊要獻上2公斤，為那7隻公羊羔每隻要獻1公斤，還要獻1隻公山羊作贖罪祭，為你們贖罪。在月初的燔祭和同獻的素祭、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素祭，以及照例同獻的奠祭以外，還要獻上這些給耶和華作馨香的火祭。在7月10日，你們要有聖會，刻苦己心，什麼都不可作，只要把燔祭作馨香的祭獻給耶和華，就是一頭公牛犢，一隻公綿羊，7隻1歲沒有殘疾的公羊羔。同獻的素祭是用油調和的細麵，為每頭公牛要獻3公斤，為每隻公綿羊要獻2公斤，為那7隻公羊羔每隻要獻1公斤。在為贖罪的贖罪祭、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素祭，以及同獻的奠祭以外，還要獻1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7月15日，你們要有聖會，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，要向耶和華守節7天。你們要向耶和華獻燔祭，作馨香的火祭，就是13頭公牛犢、2隻公綿羊、14隻1歲沒有殘疾的公羊羔。同獻的素祭是用油調和的細麵，為那13頭公牛每隻要獻3公斤，為那2隻公綿羊每隻要獻2公斤，為那14隻公羊羔每隻要獻1公斤。在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素祭，以及同獻的奠祭以外，還要獻1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第2日，要獻公牛犢12頭，公綿羊2隻，1歲沒有殘疾的公羊羔14隻，並且為公牛、公綿羊和公羊羔按着數目，照着規例獻上同獻的素祭和同獻的奠祭。在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素祭，以及同獻的奠祭以外，還要獻1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第3日，要獻公牛11頭，公綿羊2隻，1歲沒有殘疾的公羊羔14隻，並且為公牛、公綿羊和公羊羔按着數目，照着規例獻上同獻的素祭和同獻的奠祭。在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素祭，以及同獻的奠祭以外，還要獻1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第4日，要獻公牛10頭，
公綿羊2隻，1歲沒有殘疾的公羊羔14隻，並且為公牛、公綿羊和公羊羔按着數目，照着規例獻上同獻的素祭和同獻的奠祭，在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素祭以及同獻的奠祭以外，還要獻1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第5日要獻公牛9頭，公綿羊2隻，1歲沒有殘疾的公羊羔14隻，並且為公牛、公綿羊和公羊羔按着數目，照着規例獻上同獻的素祭和同獻的奠祭，在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素祭以及同獻的奠祭以外，還要獻上1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第6日要獻公牛8頭，公綿羊2隻，1歲沒有殘疾的公羊羔14隻，並且為公牛、公綿羊和公羊羔按着數目，照着規例獻上同獻的素祭和同獻的奠祭，在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素祭以及同獻的奠祭以外，還要獻上1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第7日要獻公牛7頭，公綿羊2隻，1歲沒有殘疾的公羊羔14隻，並且為公牛、公綿羊和公羊羔按着數目，照着規例獻上同獻的素祭和同獻的奠祭，在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素祭以及同獻的奠祭以外，還要獻上1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第8日你們要有盛會，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，只要給耶和華獻燔祭，作馨香的火祭，就是公牛1頭，公綿羊1隻，1歲沒有殘疾的公羊羔7隻，並且為公牛、公綿羊和公羊羔按着數目，照着規例獻上同獻的素祭和同獻的奠祭，在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素祭以及同獻的奠祭以外，還要獻1隻公山羊作贖罪祭。在那些為還願或是甘心所獻作你們的燔祭、素祭、奠祭或是平安祭的以外，這些是在你們規定的時期內要獻給耶和華的祭物。於是摩西照着耶和華吩咐他的一切話，對以色列人說了。讓我哋一齊祈禱，立志讀經。慈愛天父，感謝你藉着聖經向我哋展露你嘅心懷。你向我哋所懷嘅美意係何等眾多而寶貴，看似完美嘅事物都有佢嘅限制，而你嘅命令卻寬廣無限。求你開我嘅眼睛，讓我看見你話語嘅奧妙，好使我每日靠住主耶穌基督嘅恩典，喺聖靈嘅引導下，閱讀同埋思想你嘅話語，並且一心遵行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，更虔誠地愛你，更緊緊地跟隨你。以上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